来看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热带雨林区，昨天正式开放给民众参观。主场馆是哪里馆，是开放的所在。他如果跳到你肩膀 OK， 但是不要去用手摸它就好了。工作人员徛伫边仔咧斗相共。台北市立动物园热带雨林区对外开放的第一天早起，动物园派出这个保全志工甲保育人员，这个人数敢若亲像比游客佫较济。动物园哪里馆采取这款开放式的空间，民众会当挖进来观察动物。不过，就惊讲有人像安尼，手甲伸过围篱啊。健康我们才看得到，那我们的手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细菌，或者它有什么细菌，我们都不知道。开馆的第一天，有真侪游客拢拼来看这个拉里馆，煞发现讲，穿山甲不是全球，所以我们是它的概念，但是里面没有穿山甲。拉里造型的建筑物。因为是半热日的，室内温度真悬，民众挡袂牢，摕开线一直咧热。因为夏天总是会有点热，可以多设计一些喷水的那个喷水雾的那个设施。来了。还佫有这个为着要保留立体3D 的立体景观，拉里馆的步道设计有较下，像这款若是几个人停落来翕相，佫拄到这个塞红婴仔车甲坐轮椅的。会出现塞车的现象，所以动物园嘛伫个门口有设立这个电子的看板来进行这个入量的管制。不过安尼敢都有法度来掌控这个礼拜时的人潮，迄就爱佫看咯。记者综合报道。